美国总统拜登23日签署通过了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法，规定只有能够证明他们的产品不是用强迫劳动制造的公司才会被免除从东突厥散进口商品的禁令。因为报道与消息显示，该地区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遭到中国政府大规模镇压，其中还出现强迫劳动的情况。对此，美国国会提出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法草案，并在上周由美国参议员投票通过。对此，北京表示，这是华盛顿在利用涉疆问题搞阴谋诡计，试图遏制中国发展。日本内阁星期五批准了2022新财政年度的初步预算，总体支出约为9400亿美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约合470亿美元，史上最大的国防预算支出。日本政府大幅增加国防预算，是为了应对中国越来越强势的军力扩张和朝鲜的核武威胁。所罗门群岛爆发不满当地亲北京政府的示威骚乱1个月后，中国当局宣布向所罗门群岛紧急提供警用防暴物资和警员。中国的决定并没有让澳大利亚、美国、印度和日本高兴，他们在印太地区建立了4重联盟。韩国总统文在寅竞选激战正酣之际，司法部星期五表示，总统文在寅赦免了因腐败被判入狱的前总统朴正惠。现年69岁的朴正惠是韩国第一位被逐下台的民选领导人。韩国宪法法院2017年裁定，国会对朴正惠的弹劾投票成立。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希扬在其推特账户上发表声明，对他于12月22日对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正式访问进行了评估。阿卜杜拉希扬说，他们决定在阿塞拜疆的关系上翻开新的一页。莫斯科一家法院因谷歌屡次未能在网上删除被禁内容，而对其处以72亿卢布的罚款。报道称，莫斯科塔甘斯基区地方法院的新闻机构24日发布消息称，该法院一名法官裁定谷歌存在行政违法行为，对其处以约9900万美元的行政罚款。日本政府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周五表示，不会派政府代表团参加明年的北京冬奥会，但2020年东京奥运会组委会主席等人仍会出席。出于对中国人权的担忧，以美国政府为首，许多西方国家对北京冬奥会采取了外交抵制。美国本月初宣布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不派遣任何外交或官方代表参与，但运动员将仍参加比赛。这一举动的缘由是中国在持续进行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